杨将军请。九哥，你怎么？我是偷了我三哥的令牌和钥匙来的。虽说我比他帅了点儿，但还是没被认出来。杨岩，我不想连累你们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，九哥，我办事儿你放心，是不会露出马脚来的。哎呀，九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别思前想后了，快跟他换了衣服。九王殿下，您之前对卑职的大恩，卑职今日就是来报恩了。九哥，他知道怎么脱身，难道您就不想见到皇后娘娘了吗？九哥，时间紧迫，抓紧时间。